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民主分享书看高高讲好不？今晡日我哋来到关系，我来看呢个树香菇。树香菇到底是样板种出来的呢？一起来去看看。大哥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就是树香菇哦。嘿。可是大哥，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在，要教各位观众朋友呢讲一个香菇的客家话该怎么说。这个海陆腔就是叫做香菇，没错。其实你发现它其实跟四线腔也很像。海陆腔的讲法呢就是香菇，香菇刚好呢都是四声重音的这样子。香菇，香菇。而且大哥，听说你不但是这个香菇达人，听说你有种母迷，对不对？对。有这种黑木耳，有，带我们来去看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去。好，好，走。哇，大哥，你还可以觉得属母迷啊？哦，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好，可以。而且好厚哦！天哪，哎，有点像是那个耳朵哎。对，它就是木耳嘛，就是耳朵的意思。所以今天呢，还要教大家讲一句客家话呢，就是这个木耳的客家话就是母迷。母迷，可是大哥，我们今天呢，再带观众朋友来挑战一下，我们讲一整句的客家话。这句话呢，就是叫做香菇和木耳都是健康的食物。海陆的讲法就是香菇老母迷都是抗健的食物。再讲一次正确版给大家学哦，香菇老母迷都是抗健的食物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个椴木香菇，还有椴木木耳。你有发现台湾的农业技术真的是竖起2个大拇指，有够厉害的啦！当然了，我们今天认识了许多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香菇，香菇，香菇。第二个呢就是木耳，母迷，母迷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，来看到就是香菇和木耳都是健康的食物，香菇老母迷都是抗健的食物，香菇老母迷都是抗健的食物。其实学客家话没有这么难，有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旋律来记得的话呢，就会比较好记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